沙点多拍吉克。建议加骑士。哦，无人诶，迄讲嘅，他可以用 stand 那 stand 会不会比他还高？stand 可以调啊，罗哥。向快哟，向哪步啊？伊去买创一个蔬果味，三国字啊，其果然部分坦白讲处理都到家，但是呢。三五六啊，冲啊，心路开哟，莫冲各位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来。各位亲爱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哈，也有多啊那个新的一季了哈，年度赛，年度赛，上2礼拜是学长姐，上礼拜天组队的学弟妹们共下 PK， 团体战，下礼拜共用。节目分组两吹进行 PK， 先输吹总分较高，也系评分就全部过关。卡士总分较大，就签是淘汰分数最大嘅人。今每日评审先生有叶家学先生、70位先生、74位先生、王义平先生。好啦，两个片学弟妹，学弟两片嘿，批评审。哦，我要片呢陈子怡，好了，变看啦，变看啦。小爱在赛季跳入了去，车看风景里行 on my way。Oh let's ride 好出发嘞，带到高桥塘记日里长水，是走第一上经验 on my way。Oh let's ride 好经行经人嘞。观拍谢谢，给有同伴有概念梦的，干嘛记表好虚我天地，好把山当爱行过，张跳嘞，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That's so beautiful， 山歌。雨天，鸟语发响，真畅快，我笑你动了线，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别错飘，天天我真轻松，安我下路。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That's so beautiful， 山歌雨天，鸟语发响真畅快，莫笑你动了线，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That's so beautiful， 讲，别错飘。天天我真轻松，慢慢我下温柔。放云头，长沙流水放云头，清风才来了心头。风在柳树摇啊摇，风在柳树摇啊摇，为爱心肝宝宝贝。大家强下数天数，心轻松。
山流水拍云飘，江山流水拍云飘，清风才来流心头。风在柳树摇啊摇，风在柳树摇啊摇，海爱心肝宝宝贝。哥哥好，大家姐姐好，子怡好，长大了，哎好可爱。今年几岁了？多岁？14岁。14岁呀，过中山，真的要被阿婆用心栽培一个小女孩，哎呀，从按细的呢，黑龙是来节目的时间多岁？7岁。过了7年哦，7年了，现在11岁，对，亭亭玉立了。10岁那改变真的很大，不管他在整个的那个肢体，整个表现，还有他的音色，完全已经蜕变又另外一个状态了。嘿，没错，哎呀，真的好棒哦你！谢谢。啊，你刚刚有放水吗？没有。不是跟你说要放水吗？没啦，认真冲啦，认真冲。不过来看今天平时没冲的情况，今天很稳。对啊，照来讲，你看双料礼拜有一些学弟妹们会紧张嘛，碰到学长姐唱的这么好，会不会紧的？我发现你们今天第一个了，目前他来讲，因为他前面还没有人唱，还没有被吓到，还没吓到，还蛮洋豆啦，所以也不要吓到，也不要怕啊，不要怕了，是这样。哎，安尼两位创体了，来唐先生的公平，好，来，先唱你给嘉修老师，你知道，可不可以真的唱得不错，清稳，还有一点哦，我是觉得有一点你要打脚，你们有冲国歌哦，你跟那个知宇，虽然你唱真的很好。冲国是没问题了，那身体语言是很奇怪，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拍子不太一样，我跟你讲，那脚他们老树标的冇听懂，拍子这样子有点肢体不协调了。没事啊，突然会呢，就看到就脚要颠倒啊。不过国是清楚，冲到清楚，还是感觉这个冇，你是冇淡，有点强，哦。起没冇起的轻张啊，两个加就对，反正要继续比下去嘛。我中国是轻重要的基本，很加过了就会老那个至于好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那个时候小朋友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啊，对不对？这样还有那个宝宝，比如那个对。那谁教你的啊？阿婆呢？阿婆听那个子琪姐姐唱的，就刚刚展英老师就写不出这种东西嘛，对。他会看这个节目，对，把他那个气氛就给鬼他感觉都冇空光啊，就是节目的那个正好这个小女生年代那个妩媚都出来了哈，所以他们两位的分数我都各加1分，我表演得很好哦，哎呀，有这种技巧很厉害。那哲伟老师，你有被那个？好像有。没有加分哦。哦，其實我講嘅咩係兩句吼，其實兩係一種唱歌嘅技巧，係唱得好就會刺眼，唱得唔好就是做作。但是係正經就會降氣，就是降氣。因為一開始我看到自己，我覺得真嘅冇演唔出來。所以他其實是不管係我上禮拜講。你去哪一家做的？為什麼人家認不出你？麻婆做的，麻婆捏的。我覺得他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給各位層次感，還有那個 grooving 都有做出來。他唯一放水的地方就是最後沒有抓到那個 ending 的拍子，沒有放水，對不對？沒有放水。好，所以轉到來評審兩位啦，因為開始人哋年初賽哈，其實佢都一開始季賽都練下佢。
改变没动作，他其实就像老师说，他虽然肢体动作有一点点不协调，上半身下半身没有连接起来，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挑战自己了。你如果正经操动后，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你要说国曲律动感动重要，律动感很重要，讲，你懂我意思吗？还有，因为你的歌词太汹涌的层次感会做出来，特别是后面全部冲汹涌，讲，然后讲，还有讲，会做来那唱，这样才会觉得这个歌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编他车尾哈。气有点某旧，升气的时间还有包有一滴滴的气有点不足，所以也是有点那个音不准的状况。要注意的哦，还是要运动，保持一下。练不背后等后，我们可以一滴滴的检查听听啦。加油！好了，再来考你啊，考你，看是不是我这学长姐们成绩比较好，还是你那边啊？来，吃胖点。好来，先来看一题评审跟分数。90米左右，轻难攻哦。下来看陈子怡的分数。学姐好厉害，学姐还是厉害的，对不对？人家也是季冠军、年度冠军。归关给开玩笑，按设置的，好了，谢谢两位，这些，谢谢，好，没做休息，好，休息一下。来，杀好了鸦片呢？俩就系24季的冠军。哎呦，请假期。哎呦，看见前面有本来有经验的东西嘛哈，鸦片的冠军歌手啊，林万强，来，谈好了。看下来撒点多，拍几看。建议佳琪是某人哎讲的，他可以用 stand 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适合用 stand 的歌手。那 stand 会不会比他还高 ？stand 可以调啊，罗哥。我是爱莫多动意，也好爱不的那一边。哎呀，你那踢到几个冠军呢？第8季。你经过多年了呀？8年了。8年了，你还是那么瘦，都没有吃东西。
算爱无动动伊，也行爱袂伫内面，心花高嘅拥伴戏，人生敢会安欢喜，快乐舒适嘅你，平平凡凡嘅你咧，俺的刚阳光，也有爱情甜滋味。随时光匆匆流行的爱唔甜，心甘情愿天定伊嘅迷信，人生基础有你爱就有勇气，是被生命给力量也无所谓，亲爱的。莫负你，唔好本爱离开伊，除了伊爱当讲到伊是情意。随时光匆匆流行的爱唔甜，心甘情愿天定伊嘅迷信，人生基础有你爱就有勇气，是给生命给力量也无所谓，亲爱的莫负你，唔好本爱离开伊，除了伊爱当讲到伊是情意。谢谢老师。主持人好。哎，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那剃到几个冠军呢？第8季。第8季，对，我记得记吼，这样是哦，在安尼节目当中算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歌手哦，很多歌手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拿个麦克风唱歌，也没有没有，他会有自己设计舞蹈动作还有设计一些道具还有比如说钢琴，他就把钢琴就抬在台上自弹自唱，就吞进某空腰。所以他那个创意十足，设计，是不是？哎呀，对，就是你嘛，对吗？对，对，就是，对，哎，那经过多年了呀？8年了。半年了呀，你还是那么瘦，都没有吃东西啊？吃比较少，吃比较少，对，要维持钢琴老师的体态啦。对，你可以跟他学习一下。对，因为我做歌手，你知道，前辈歌手就是要吃胖一点。好，这样可以了吗？对。所以因为经过给勇士的这样的参赛表现以后，后来其他参赛者看到以后，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参赛者才会自己会去设计一些东西啊，你是说像林冠群之类的，纷纷效法这样。那个是在搞笑，跟某中庸啦。对，所以你刚刚好像是要建议佳琪是某人哎讲嘅，他可以用 stand 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适合用 stand 的歌手。因为 stand 就是有一种，那 stand 会不会比他还高？stand 可以调啊，罗哥。好，跟他可以调。对，他可以调这么低，好不好？这朋友没做的用的哈。那有讲讲基本吞中央啊，没有拿着麦克风会没有安全感啊？会吗？你会有那种情形？感觉没有拿麦克风比较自由。对啊，对，那你早该用 stand 啊。那可以拿个冲青虫那样，好像很重的感觉。华视这个摄影棚 stand 很多，有的还摆在那个仓库很多。就是 stand 多。好了，按那2个就唱完了。从手喽。好，来，唐先生欣赏。嘉庆我先講一下吼，其實第一下都拜匕首以後，我知道兩個目神啊，就眼睛的眼神，越來越有痴心，這是我知道當感通的地方，就看到你去給他成長。好，今比先亞球那個誒，我知道意思喊呢，講實在，好。
所以说他也哈抽烟也好，还有也哈唱歌的方式。所以讲，因为佢唱歌的方式动特别，所以可能要掌握到他的一个精髓。其实假亚苏歌的气音用得很重，所以你可能第一掌握他的气音的部分，你可能糖的都冇麻烦的地方。还有，因为你强的咬丝的部分，所以咬丝的完整性就要更加注意到的。因为按强的方式，有嗓子，那合法，加个咬丝咬到背面，有嗓子会走到舌根，有时候会在舌尖，所以佢边来边去的关系，所以各位轻行的时间可能就会会有点闪失，所以可能要注意到大摆出现的词模呀。就是字尾音，你一定要掌握得住它字尾音结束的时候的位置，可能会注意到。好，这是一点啦哈。然后另外呢，环境，我按你讲哈，就会讲你的声音对我来谈都会黑，我很想给你满分。他的声音是，因为给冲亚苏国的，当然因为他有一个标准性，就会邓丽君的感觉，按过。他的有邓丽君的感觉，可是给个声音动态配又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韵味，有一种给气感，就会不是看到给株洲的认出来的那种辨识度。我很喜欢他的一个音色的表现，所以讲，因为给别狗有没有部分啊，因为人家有赏识编发共鸣的位置的时候，确实有点闪失，因为有副歌部分有两个轻狗的地方，你没有接好。不上来一直很期待，你刚刚在试音，我就很期待你要把整首歌唱完。本来我好想给你下满分的期待，就是比较可惜，他大双的地方黑压大，所以我希望讲你多练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发展。OK， 安子飞，谢谢来唱一零七三。好，我先讲嘉琪。嘉琪，我知道你唱歌有哪个特色，但是我知道你练歌而不你一些经验啊。台湾思雨老师有讲嘅，第二首歌曲就嘅起音用嘅非常嘅多嘛。我知道你唱歌和伴你练其他的歌曲，你要详细弹乜嘅呢？比如说原唱者，你详细弹佢唱歌嘅时间，技巧，好或者说高音嘅地方，那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假使讲你有歌谱嘅話，嚟佢記起來。所以，你學過要你講要詳細彈，彈清楚。那地方我特別來注意啊，就是那個部分，還有念歌詞。一首歌曲你有歌詞，你要多練，最起碼由慢到快，由慢到快。因為呢個方式可以幫助你對一首歌曲嘅意思你會了解，你這個唱的時間更能夠投入啊！你要說歌曲，比方說你副歌的時候，但是如果你有歌譜，聽了原唱，會讓你有律動的感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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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你會想要去跳舞，有律動感，讓你有這個 feel。為什麼？當你有這個 feel 的時候，你先從模仿開始，它的重點在你高音的地方，還有附點，你就可以歌譜可以把它記下來。你先彈原唱者怎麼唱，注意嘛改，對你有幫助。好，再來就是我只在乎你這首黑，那首歌曲黑太港，你所念想的歌曲。那你是音樂老師，所以你平常哈，你可以彈那個旋律。那當然譜對你來講唔係問題了哈。給你一個建議哦，你歌詞還是一樣要念。你念歌詞對你有幫助，其實對任何一個歌手念歌詞對你只有幫助。你多念幾次，對你嘅演唱一定會加分的哈。尤其唱大音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個低音你都沒有唱得很穩，好兩半你都冇下去吧。你就是低音的部分哈，大音的部分你沒有唱穩，這個大家地方要特別來注意。還有高音副歌哦，哒哒哒。但是講你那個氣聲，你氣場嘅轉彎哈，你可以轉得當順的時間，第二首歌曲你會表現更加嘅好。其實你嘅音色非常嘅好啦，好好加油。好，謝謝。好，安子姐，好吧，來看一下分數啦。先來看掐打題分數。好。91分，好来，再來看林文強嘅分數。學姐，學姐，哦。
24分，学长姐来势汹汹啊！哇，叶老师我知道他。如果长得漂亮一点，他分数都会加高。不是吗？不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他，很可爱啊。对呀，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我刚刚考试感就讲哦，我知道这位老师讲哦，这个共鸣哦，其实如果听到俩出国了，这邓丽君可能都唱不过他，因为他的低音比他漂亮，很自然。啊，邓丽君唱国歌有一点点那个喉音转不下去的感觉，可是那是他的味道啦。跟实在讲，不过我感觉讲。他唱邓丽君的歌，唱到大家都觉得说哦啊还不错，真的很棒，真的很好。最后一句我觉得他那个timing抓得好好，有时候我会转不过，会拖拍。对啊，他那个最后面那个好稳哦。对，我特别喜欢是他2次的副歌的唱法，他是某 Q 猫。某 Q 猫。对，他有2次的，第一次他是用假音这样带过去，虽然稍微差一点点哈。但是第2次他就很直接的把它爬过去，这种真音爬过去的时候，那刚刚我说一个歌手能够直接这样的反应的那么好，现在没给的，难怪是我也是觉得差一点给他25分。哎呦，对啊，难怪是冠军歌手啊，对不对？哎，是这样，好，哎呦哇，学长姐来势汹汹啊！哇，好了，谢谢2位，安主席，大家回头休息。沙雷啊，沙来。哇，学弟没压力啊，2个学弟压力大了呢。你这个老学弟，老学弟啊，嘿，来精彩。好，那边哦哟，也是老学长，学姐，老学姐。哇，他声音，哇，就是我们客家界的蔡琴，哦，李金韵，来，别看了。我的心中一笔无痛苦sep咖啡，我的心中一泪掉车的花蕊，呀思念心爱。缠绵情字里，你痴心盼望，你嘅温柔情意，心愛夢兒，愛心在意，天台歸來，愛來用，人用人天台。情字你痴心盼望，你嘅温柔情意，心愛夢兒，愛心在意，天台歸來，愛來用，人用人天台。留恋又何用？
空，伤心的事在心头，看破的噩梦，难以相留的缘分，非也无有。跟岁月穷浮云，转眼就变成空。伤心的事在你心头，看破的噩梦，难以相留的缘分啊，非也无有。哦，哎呀，欢迎来到客家全新会。哎，也有这种哦，这真好，位置是。这看到两位好像看到这个美代那个年代有没有？群星会那个时候，哎，哇哦！今天做的哦，你的这个浑厚的声线又再次重现，太感堂啊呢，很好呢，最近有点魔幻嘛，该不？出声音，刚出声音呢，嘿。他就是那个保姆证，有保姆证照啊！这你看，就带一类啊，两个，就一个，你也不会让自己太累啊，你知道吗？啊，不会啦，就一直个带啊，莫想我一下带几下子，莫吹跳啦，哎，反正就算退休的嘛，啊，还没喊喊没，就带着声音，这样哎，好高，周盘，哎，对啊，有的录音感。对啊，无聊哦，没带生意，其实冇就学安的宠物哦，就同样的意思。种花种草。哎，对，像我一样种花种草。好啦，谢谢啊，自 C 来唱歌本太感唱。本来有个机会。冇，真的。啊，来泰国是弹过几场吗？有啊，有看过，有。好，你要有病哦。真系啊，第一其他人。其中就當好，特攝都有可能。特攝有啊！我對話就講我已經七上八下了。老將啊，看到這些老將我都很敬佩，很敬佩。是，迄無其他都讓我有可能得到安尼安好嘅獎項，安好嘅成績，所以表示佢有實力啦，實力已經有實力了呀。是，對。好了，那兩位從台的唐先生的講評哈，來，今日，哦，也是全新會時代的老師，黑白電視啊，黑白電視可是哎呀，這位一開始就跟我講，中國實在有氣質的成分，中國有氣質啦，將김仁姐他最後那個愛回憶也沒有那個樣，我跟從來喊啊吼，整首歌，哎，這個我奇怪，人家那logo不跟唱的，有點像老歌新唱的感覺。感覺就腔弄歌佢唱起來，你氣氛都冇腔弄。那唱法現在講就像蔡琴那樣，詞人，哪一個叫做唱嘅青詞人，感情那個唱出來。從是水是翻湧啊。對啊，還有這條哦，基本上青春了。節目安排的真好，真好。因為哦，尤其安唱哦，前面精彩就進步很多。因為精彩唱的氣氛真的很不錯，我的那個表情就快要把它贏掉的那個表情了，眼神就亮起來了。而是在基本是唱到聽吼，還那個展翼老師的歌吼，就會唱給哎個技巧的表現。不過就是說嘞，我有一點點感覺哈，剛剛最後那位美女老師就講，中國吼，我記得用閹歌術啊。
展毅老师的下列数国家吼，其实这点，整个歌曲你唱起来拢是清楚，不过就这点就讲，像日鼻、毛痛、扩色、加鼻甲，毛痛啦、苦涩要分开来。不过如果你所说就唔错的，你把换气的位置变成毛，然后痛，中间换气也是唔错的。还有体味、用热，没爱用hin。爱无用，人用人电台。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小小的毛病，下次你要注意，从国家念第个俩国属跟技师嘛该，要怎个进步吼？一条歌曲双礼拜当好啦，双礼拜当好完。啊，某简单哦，创作人是某简单的哦。双礼拜当好。对，来交给美女来。修理你一下。美女的欣赏。给予两位啊，知道你两位要唱的真实咯，你给我们评审了，每一位都跟我说，跟他懂会唱哦，因为精彩哦，我唐讲你唱歌的青豆拜诶，我所有都是稳定的进步。你唱歌要有基本功嘛，那基本功是人家发声，我唱出来声係錯嘅嘛，有啲人唱出來聲係唔錯嘅。唱出來聲還有啲咬絲，還有基本嘅拍嘅觀念，跟你都有啦。我知道你有穩定嘅進步。假使講你在歌曲嘅感情強弱啊，即係歌譜，我上班有問過你嘛？歌譜你會看冇？有。哎呀，假使講你會看，你另一個部分你可以加強，那就要來注意，那幾要注意嘛嘅？但其實按照一首歌曲，你要重新去分析，我用本來處理兩首歌曲，用唐嘅人哦，唐以來呢更有感受，跟你所成講嘅，金元太子非常嘅批評你哦，因為你忙唱嘅時間，你其他評審其他都講，哇，非常嘅期待你唱歌，真的，唱歌啊我本人有感受，因為唱歌是交流，唐一說你啲嘅唱乜嘅？你有感受的時節，唱兩首難以相投嘅緣分，演唱早期後背幕感嘆詞難以相投嘅緣分這句我們覺得是非常的讚，這叫畫龍點睛啊，要加強兩首歌曲本人嘅印象。嗰首唱歌嘅有感情，從你唱歌是天生的表演者啦，因為兩位知道製作單位非常會安排，讓你兩位安排向下來比賽，而且呢，你兩位實力相當，所以基本上我們幫你都加分，加油哦！哇，實力相當，實力相當啊，看要分數了先來看賴金錘嘅分數。95分，謝謝老師。哎呦，安尼有可能會糾轉來咯。係哦，你幾飛哦？看一下哈。好嘞，來看一下李景雲嘅分數。老二強下，就係好朋友。宇娟，你現在在忙什麼？我哋下啲公開公某天去上班。同事啊，同事啊。對，他是熱門時段，我是冷門時段。來看一下李景雲嘅分數。97分。97分。還有滿分。呀，你安尼節目當中，迄一首看到迄種情形呢，非常難得。係啊，哇，兩位真係很厲害。嘿，景雲姐姐，真的。謝謝安之仔，太感安之仔。我一吞真的懂精彩，懂精彩後台，觀眾朋友一定懂爽啊！感恩啊！多謝呢，以後都來節目當中唱歌俾大家聽。好，安之仔，謝謝，加油！好，來回頭休息。哇！那個不拿100分，所有的動輒大人就在黃志家了哈。哎呀，黃志佳、於娟、黃於娟，雙黃相對。啊，你就
轻松唱，轻松唱。你轻松唱了，你就忘词一大段，可以吗？拿个88就好。也不行，只是他轻松的，因为他前面分数已经累积起来，应该已经赢这个学弟妹们了嘛。给冯志刚啊，吃我给排刮白白，有点不祥的。这是他的 feel， 哦，他的 feel， 对不对？不是你的 feel， 要打一下歌的，我的 feel。好啦，我们来追黑冯志刚啦。好，那片黑王义健来，变过来。算来算去，穷下也有700年，到底两只适唔适合？你讲天堂神的千千万万粒，到底哪粒是缘两沙？做一条船的来奔伊错，在伊希望因的地方，有山有水。还有爱，就敢用过几千年。爱讲一生因一生，又几多700年。一天爱也好，爱天伊也好。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做一条船的来奔伊错，在伊希望因的地方，有山有水，还有爱，就按用过几千年。爱讲一生因一生，有几多700年。一天爱也好，爱天伊也好，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爱讲一生因一生，有几多人来写？爱是报真好，不是报也好。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隔山行水总爱有杂盘。隔山行水，爱迄伊个盘。爱嘅好，爱唔係看唔到。你對愛嘅關係，愛唔係冇感覺。留你強下，帶伴愛快樂。不過也當作唔係愛，愛嘛真想了解。用萬丈的愛，愛心都是種期待，做得感覺你的愛，留你強下，就是好朋友，愛上嘅唔係愛，本愛嘅在你嘅你。心聽你這般提起，本愛也在你嘅你，
是爱唔系无感觉，老二乡下手系好朋友，爱上嘅唔会用。哎呀，哎，一点好，那个吉娜姐，哎，志佳，哎，你志佳你要站我这里，你那一边哈，站左边哈，你要卡在他们两个中间干嘛？学长姐的哈，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哎，志佳，你也流行歌曲组。还有传统组的冠军歌手啊，冇，流行组亚军啊，但已经那一次很强了，那一次是你唱错歌词，要不然你就冠军了。没有了，真的实力不到啦。没，真的客气了，不要客气了啦，在这里，对我就是冠军歌手，对，但是对志佳来讲，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对啊，他没有在管别人。对啊，他真的是我的 viewer， 他就是做自己，真的太棒了，真好。于娟，你现在在忙什么？我亮哈迪公化公摩天腿上班。同事那样。对，他是热门时段，我是冷门时段。你是半夜12点过？本来是12点前的，然后现在拜到礼拜天下午了。半夜哈猪对啊，热门时段。杜后老跟闹夜大乳腿重播的时间相叠。不说开几个，自己选择啦。傍晚时段很多人在开车或糖豆呢，对吗？正点有啦。两边按精彩演出哈表演，看看这种欣赏没伤脑筋了。来哪一位？抢这位欣赏。这位老师。大概都当上脑筋哈。难题。我先讲两场头一个嘅。正经当厉害，因为黄丽云先生还有严志文先生，两位创作人，因为讲因的歌曲一定有几个名词，不过两啥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拢配上按后堂的歌，按有特色的歌，唱成自己的。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只讲唔只讲诶，比赛以来你都当看好吼，不过大白一拢会讲诶，含的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做自己很好。有嗓子太做自己的时候，就会显得太突兀。突兀不是不好，突兀有时候会变特色。如果太突兀就会怪。刚才那首歌曲啊，之后，因为我对周盘那首歌懂受，我很喜欢阿玉老师这首歌，我觉得他唱得很好。可是我不懂，你找了2位乐手，可是你们感觉默契没有很好。唐艺了，就是会觉得说，懂卡。那我觉得。对你的了解，那我觉得你一把吉他就可以当黄之家了。你听我意思，不然我会觉得好像你绊住他们，他也绊住你。就单就自嘎冲掉出国歌来讲啊，之后他唱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他唱出了新的味道，我觉得很好。而讲于娟不是讲的啦，我吃到佢後上一批唱客家歌曲嘅人來講，佢有咗客家咪唱出來嘅歌數，我覺得。于娟做了很好的示范，第一就要吸睛，就要让我们吸住我们的耳朵，等后堂我就会想要听下去，然后我们再来找亮点。譬如讲，人兒向下缺好朋友，愛上嘅唔係愛，你这2句唱得太好了。然后咬字的部分也没懂得线索而学习的，两个都表现得很好，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比赛就是这样嘛，然后你知道打分数的时候就很讨厌，好想要都给满分。我们又没有那种点数，对啊，然后2个都很好，然后都很想要一起给满分。可是你知道，现在学弟妹比较输一点，又很想要私心，你知道吗？你要给30分是吗？你给的要比下一，我又不希望给他们。太多伤害，可是又希望他们很好。不会，今天只是暂时淘汰，没永久淘汰。吓死我了！来，对，换你了。OK， 我先讲自家哈，其實自家一出以來比賽也好，看表演也好，其實我一出當欣賞嘅表演方式。所以講，我同樣老這位老師同樣嘅想法，唔過呢，其實有賞識看人自家表演，我大白就講。其實兩個表演就像一場戲了，你知道，你是一個很厲害的，就是一個人他會有很多種角色在你身上繞，可是這個就是重點了。
因为我哋来组一个团，希望能够壮大这样的一个对你切嘎各种想要加分，也好想要更完整的表现。所以你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好，就是跟乐手的沟通。一听本给你到底想做什么？乐手觉得是最好的。对，这个沟通的线不是他的乐器好弹的能力，而是你的心思有没有传递给他，这个才是重点。一个 team 里面，他最怕的就是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再厉害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你会发做起来，我想要壮大那个气势，反而就少了那股力量，这样就会很可惜。那个就是于娟，其实于娟唱歌那种稳定度非常非常的高，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说明的哈。所以讲，只是刚刚有一点点小闪失哈，因为呢转换，因为第一次没有想清楚，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就过去了，还好你有原谅我一下哈，所以原来转换共鸣没有转好，好在这上头可能就好一点小闪失啊，一些些的哈。好，你就一样哈，就放过一下，好不好？好，对，要有佛心来的嘛。对，紧张的时刻来了。可以哈，先来看冯子嘎跟不错。救生员，哇，那学长姐那不是也是又更高？基督救生员嘞，我有闪失，你有闪失，我有闪失，对，哦，要不然搞不好99，那就59，扣掉1分，59，好，看一下王一健跟分数，哎呦，94分，对，佛心来着，佛心来着，真的，接下来节目冲过来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些，恭喜志佳，加油，好来回头休息一下。好的，你中分加一轮，有个学弟妹们，我的学弟妹们373分啊，学长姐们377分，所以暂时淘汰，暂时淘汰最大佳琪哦，佳琪。那没办法，因为第一10礼拜他带分，双十礼拜没迄俩贵的吼。对呀，双十礼拜新宇也是被暂时淘汰。对啊，哎呦，为什么漂亮都被暂时淘汰了？现在又说人家漂亮的了，哎，随口说而已。枪指听听呐，还有 GP 转来啊，讨论一下。对啊，还加油。向快哟，向哪方啊？首先先来讲杨凤芝啊哈，伊特别去唱一下苏国的三国志啊，伊个人部分坦白讲处理都当家，但是呢。哎呦，停一礼拜。同样作为学长姐学弟妹们控下来 PK 来拼下来哈。你希望哈学长姐反正今日来哈，所以不用强松冲就好了。那个任务啊，做本来那个学弟妹们哦，过关的哈。青年本给的过关了。所以这青菜冲冲啊，就会哈学长姐啊对哈，青菜冲冲啊，不是冲暗号啦。好了，这场比赛介绍比赛几场？苍永平先生、李秋霞先生、夏启国先生、罗英先生，哎呦，有的学长姐哈，一九毛来都安尼节目诶，安尼制作团队啊，一厉害啊，哈，因为唱机啊都转到安尼节目了，唱歌本大家听，太这个有耳福嘞，嘿没，好了，踢一组，我哋片的是郑景勇，好，学长学姐迄卖呢，彭一贤来。别看了。你先了头那。
现今落了人啊，后进了贤啊。用了面拿钱呐，爱行了好呐，贫穷了富那贵呀，命有了天呐。哎呀，你贤子啊！哎呀，見無見啦哈！見無見面啦！你剃到幾剃到名？第九季。啊，剃到名？冠軍啊！冠軍啊！冠軍啊！剃，我愛的剃。剃叔叔拍的冠軍那陣變啦，變啦，咁拄好誒。今日叫今日送伊幾個冠軍啊？哇，天一命誒！哦，天一命你啦，咩冠軍啦？哎呀，咩稱讚你啦？咩道理啊？道理啊！係啊係啊！啊，平常都冇辦法㗎。你不卡哈，你那邊非常時期咩？你天那邊做唔得啦。哦，吃不卡重點啦。重乜點？你開乜嘅？我茶煲店。市場茶店啦。哦。屬於市場茶，市場茶店哦，我賣捷安特，哦捷安特啊，哇，個名牌牌的，台灣的市場茶店，台牌，做久嘅咯，做會50年咯，先生，真的啊，係啊，哇，跟應該會漲茶嘛個，會啊，全部會啊，哎呦，我咪會會啊，咩會漲年啊，漲年，這就唔會啊，我跟市場茶真的也分當多種，還沒有記市場茶，對啊，你記到好記嘅哦，個東強種，我100番冇。有貴哦，有貴哦，省市哪班咧？省市哪班沒有？對啊，那環法嗰條茶佢又強，公路車嗰種，公路車係啊又好，真。啊，平常有去乜個那邊表演冇？你啊，冇做一點個
义工啊、志工啊。哦，你之前有去接出去表演啊？哈巴油啦。哈巴呀？嘿，哈巴油。你们讲去表演是吧？不会，哈巴不会。还有费用呀，对吗？一滴滴，哈巴油啦，车马费，车马费啦。哦，你喺節目最近，大家都要當到機票。有天氣，有充夠，有車馬費，好拿錢好啊。對啊。你好地啦，哪個搭到台本係機票啊？係啊，當我平台哦。係啊係啊。對，大家都揾應承，做乜搶去表演？從而家佢啲推動咩當房啊？係啊。哦，係嘛？模樣啦。模樣嘛。客氣咧，客氣咧。結講哦。金毛咁啊，吹人伊嘅命啊！用啊用講，我不是。宋大26號的比賽全部都感冒咧。哦，最感冒。最要感冒了，太難嘅啊！你向下從來忙是吹過人伊。哦，伊發電推動嗰邊很熱啊。係啊，嗰邊熱電話強咩？熱電話強出來啊！係有熱權啊！啊個暗鋪頭講真咧，窗門打開來，就清涼咧。唔是吹人伊啊！吹人伊天生人就先喊你吹啊！天生都喊你吹。得吹，好啱好嘅環境。嗰邊要開風好吹，對啊，山風好吹，有樣嘅重量，所以我哋吹冷氣吹到做感冒。對，啊，冷氣唔是錢嘅，所以當衝上我哋昂上。唔好，上一號，千條兩哦。係啊，我唐先生看要彈出來，冇嘅昂上。昂上，來，陳教授先生。陳教授。一個鄭先生吼，因為從一個平板，創了一品順啦，吼，牛絲也有章，拌料也有菜，也吼，過去第三季野娘面前來行好，而個野娘的創法，也有一些的改變，吼，對於一個行腔方面，也做得不差，不過係要。因為佢掠來全部都大家都差唔多姊妹數嘅吼，很強吼。但是我也有得建議佢就講，平板假設衝到後堂嘅時節吼，佢冇特技嘅安尼個本來感覺到嘅個彈到嘅節奏感係強樣。所謂節奏感就是。一個強弱有冇？達到都強樣啊！變化性舞台啊，嗰種強弱啊。佢創過嘅片，創嗱有啲人創過嘅。人生流來衝啦，啊，你咁感覺係啊。對於平板嘅一個做得歌詞也係佢創過嘅處理吼，佢變化係輕多，但是佢雖然四季28隻詩吼，做得本人有輕多無強樣嘅感覺，但是也佢創完全創張咧，哦，也創了以後聲也輕好，假使佢喺擺創不論山歌子、落山歌。平板，因為平板比較無像山歌子、山歌有高大嘅按茶理，伊比較較平順嘅東西。但是特技愛彈到都強樣安尼感覺嘅時節，你也就比較愛做得有努力嘅素材，其他部門相當好，吼，你也係愛對人嘅建議啦，吼，因為唔咩。點樣來衝疏嚟做疏嚟，難嘅動到咪去衝，可以係天天咧去研究一下嚇。一個彭秀智，學長就是學長，佢本來上嘅條件也真好，吼，創東西也有夾嘅特殊。當然咁樣伊特殊哦，幾兩三伊都創強一隻幹路哦，吼，幾兩三創強一隻幹路啦哈。但是佢倆我對當然因為學姐來咪吼，我睇到佢創嘅也四季度香港有隻東西建議，相親朋友嗰隻相似吼，唔啲嘢係本來就。你講海料嘅一講詩嘅，講海料嚇，我講海料，海料煙啊，相字咧相啦，還有同時創嘅就創，係嘅去研究看啊，嚇，係，嗰個
烤太架嗰隻松鹽啊嘅處理哦，我吃到要冇乜嘅一腳啦嚇，做得吃糖看啊，大粗客家嗰隻架是要咩較斷地位嚇，一兩隻部門嚇。去注意的位吼，其他冇乜問題啊，伊全部都內行的啊吼，從上到好，對，加油啊！是這樣子哈。係啊，창인先生。好，今日兩位參加評判，其實講實在真緊就係動入病哦吼，因為自家有自家嘅特色。首先來講，真係講，你參加你係評判，我感覺吼。貴書談起來最好談嘅吼，就第二季現今老人呢片吼，我感覺呢個專業，韓國呢個人民表現到當好吼，呢片我是到係你貴書最聲應該為啥吼，呢係優點吼，本日記起來做得做韓版10個場評判嘅參考吼。另外係講本日建議就係呢個呢係人生土地，韓國貧窮富貴，土地嘅土。富貴嘅富吼，你係直接撈個人熬下來，吼咁講，我感覺你係愛專業嘛吼。人生了土乃得啦，吼咩土那熬下來，吼富也強樣富貴，吼咁樣應該可能咬死很強部分做得相看啊，係唔係樣板床吼談起來。下入個很強本來講出來嘅嗰種媒體，嚇，嗰係人民，亦係我本意嘅建議。啱嚟先嚇，因為從嘅講實在呢個上任棟梁，所以大家對呢上任嘅印象當好，嚇。是講當然頭先長先生講嘅嚇，就冇重複，咁講我強調嚇。本意建議就係呢個提出嘅三個了，嚇，樣板床。嗰隻詞為談起來看下聲，熱歌嘅些聲音嘛，後邊嘅上如係呢個最好表現嘅咧放聲，我想貴書歌曲會感覺看下順，什麼呢？好，安子生，好，對，看分數啦，好，先嚟看鄭景榮嘅分數。好，邱西文，哎呀，學弟們，邱西文，看學姐嘅分數哈，彭葉姐嘅分數。哎呦，勢均力敵啊！平分啦，哎，真好，最好哈，哎，這種情況就真好，真完美啦，全部都係平分下先咯。哇，厲害，好，哎呀，也希望身體越來越好，阿哥唱到越來越好，發光越來越多，冇問題。對，希望身體過來，冇感冒啦。加做點辛苦啊！咩加做啲？尤其嚟都有陽光，真係要多帶個外套，要計啦。有啦。好啦，安子生，多謝，在邊當坐，安子生，謝，好啦，沙來，學妹啊，學妹，涂元峰，那邊學姐，陳秋梅，來行開啦。
呀。春麦季，春麦季哦，才智，什么？太难了！哎呀，哇！迄咪个天衣鸡呢？天衣鸡，唔係啊，用錯。天衣演出的啦。天衣演出，天七龜，天七龜啦，天衣演出的演出第三名，第四名，第四名，唔係第三名。哎呦，哎呀，你真厲害咧！第四名，你咪就動力去演出比賽呢，全部強數呢，係啊，對嘛？前3名嘅哦。係啊，所以啊，咩厲害？係漢語嘅宣傳師嚟嘅。漢語宣傳師，真的唔是閒吼，我段時間排到滿啊。係啊，早晨頭吼，還是愛教學小朋友啦。哦，可以做宣傳師，教黑花嗎？係教黑花客家歌。哦，係下豬頭呢，是愛假咁做條神父。哦，做神父自家做也係咪啊？自家做。哦，你冇斷天啊？會啊。哦，係啊，我拜託唔做啊，你都抄。係啊係啊。哦，係啊。嗰時唔好趕啊，唔好講對捱啦，慢慢嚟做啊。第2年啦，做得就嚟啦。1年根本就是按叫我啦，哈。冇啦，我按叫講笑。按補條哦。哦，係用按補條。係啊，按補條啊，誒學到鹹呢。哦，係愛鹹的哦。愛鹹的。哎呦，好鹹的啊！係啊。哇，真年輕無限的。做幾年段時間排到滿，排到黏黏哦，佢半夜咧。半夜是水木吧？仲係水木吧？係啊，半夜我疲勞講嘅。恐怕。俾撩都得。係啊，吼，安尼成不解就當剪菜吼。過到1號。一重式啦，重式啦。係啊，1號安尼吼。安尼裡面較唔會落啊。係啊，係啊，有事情我做較唔會不平嘅。係，真係。阿媽講嘅。誒，你有事情做較唔會不平嘅。要活就要動。對呀，對呀。冇錯。誒，但是雲峰自己講啊，雖然學長姐都很厲害，但是他不在旁。他沒有在差的啦，佢冇得講嘅。佢講佢從頭練習。係咪？不可能偶爾練習啦，遇強則強啦，心態上就是這樣子。是不是哦？這個給你們動力，那你變過啦。遇強則強，遇弱就更強。對嘛？我哋今日變到演出比賽。我老公最近突然去山當衝，去山啦。哦，去山都係氣較少啊，係啊，心肺功能冇較好嘛。係啊，所以有心情都出來啊。有，好啊，加油！對，唐下先生講。嚟唱秋下先生。今日雲峰啊，嗬，經過按度趕來咧，嗬，我感覺佢唱歌行嘅腔浪會緊張哦，你唱緊張咧，以後呢就比較就會下陷啦，嗬，咬舌方面要注意啊，不忘kiểm聲要溫氣，kiểm聲冇檢聲。你為了做人啊，檢聲，平平就檢字哦，咬字冇強咯，發音冇強咯。你像個如今貴嘅強咯是如今，但是客家話嚟講，檢係用音，檢聲係三聲。人家唱到係檢聲，所以你看你也不重播帶啊。秋末就講風到，今天講這個哈，有千多條路，這個會做傘，會做皮包啊，耳環、數鏈同呢方面都會做，佢青椒冇嚟咧，青冇嚟講來，佢會緊張，我感覺佢基本嘅表現冇往上比賽很好，自己有感覺啊，嚇，唔過我感覺佢氣質方面係有欣賞嘅啦，嚇，不過佢台風方面，佢台風是比雲峰較刺激。哦，呢方面，呢唱歌台風要注意下，多少手勢，嚇內地會啱嘅咯。我相信觀眾方面比較會較希望看，你做咩企咧已經咩嘅往唱可能佢咁爭嘅要多少嘅嚇，要注意下嚇。個人方面嚇，你第三期相互告知好讓樣，呢一期我感覺你一行孝順要責任，行孝順。責任記得你好讓樣按了就是啲人就比較去下模式下吧。記得你會做什麼唔錯，你做的歌詞要非常好呢一方面要幫你一肯定，希望下回
你就还有喊一人叫来，空中来舞台当表演的时候，你叫更加好，加油！好，什么欣赏？像恰奇的欣赏。係。好，今日呀，元豐節留一個草莓節哈。晾沙，因為先晾沙就三個字，所以我咬了皮就較改片的。哦，要不然同樣嘅三個字曲韻，也就看晾沙人嘅表現樣板。好，首先我先來講元豐節啦哈，佢今日佢創一首歌嘅三個字啊，佢高音部分坦白講處理都當正。但是人家低音部分可能就要注意哦，尤其剛才就注意談到人嘅傳神了子呐，那個低音的低音的部分，你要去處理，高音部分冇問題啊，專業都要做得清講啊，但是這個低音的時間處理就要注意啊。歸數來講也算一平順啦，嚇冇乜問題啦，嚇。好，至於講也個不妨就像我高中有講嘅，多少去變化下，不妨謹慎，去變化下創作，也咩啲當好嘅方式啦。因為細個講完創作講完後，你樣去變化，水彩你冇相干。好，再加油哈！這個小妹子幾千無限第二千無限細個一創唔開晒。加油個安撫到我做嘛，所以冇。因為講嘢三溫辣哦，要注意談呀耳機嘅時間就會有耳機嘅時間哈，就會談到人三有一些的辣辣的音，所以這個變咗做一做休息下嘅愛料，將足來創他媽講基本也冇問題，我講過晾沙各有特色，晾沙嘢再講，晾沙再加油，什麼先生？安子說，我愛這兒看啦，可以哈，先來看杜雲峰嘅分數。好嘞。學妹97分，學妹97分，學姐嘞，陳秋梅嘅分數。輸命了心啊乾。水床泰國，泰國好，主持人好，你好，我三個金泰哦，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這畫面擺得下嗎？提供啊嘛，一家人啊，三公好長。陳秋梅嘅分數。哎呦！那你平時欣賞正經的佛心來着呀？實力相當，實力相當啊！學姐哈，也故意應該有放水了啊！越來越對，想要本來學妹好好過關啊！不得不過關了，加油啦！加油！對，謝謝，帶着擁抱一下，用雞毛也很強真的。這個有想唱嘅，喜這樣的對感覺哈。啊咧，有閒時間做了節目，唱歌我們大家當。做得啦，係啊哈，歡迎，好，加油啊！還有我們東廠的路，好嘛？繼續加油，好。什麼牛逼？回頭消息，好了，殺了學弟啦哈，學弟哈，廖崇範。哦，那邊學長哦，這個大學長，老學長，我記咯，87歲，那身家甜，客家大佬。水
孙老鼠啦，再次灿烂呀，银柳树啦。人啦，怕烦恼，30條。出頭啊！愛護家那，浪子回頭，沒有思念那，沙茫了。大병啊，천신 가나。哎呦，兩位主持人哈，田伯好啊，田伯好。全身的天氣給前面觀眾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好，哇，今年就87了呀，87，佢之前可能17年前，佢出來安尼天客家天水一開台時間，出來比賽，天爆出來，哦，真嘅哦，出來比高雄市好。第3隻會所3隻攝影棚，3隻攝影棚，關於到得攝影棚，關到呀，如果廿八幾咩來？兩分到了，兩片沒有比到就錯嘞。哦，高雄市哦，下滾哦，真的上過青苔到你個比到還會成績當好嘛？客家電視台有關所有的節目全部都有獎機。哦，我背動到發通。客家巨星呢？係啊，但係還會佢有博嘅可能身體冇以後哈，嗰樣是乜個狀況？嗰樣是開頭，是淡結石。哦，淡結石，開落去，我開腸破肚，洗走起有嘛？真空狀態沒有了，對，我有查，有查，還有有在畢業時間，感覺希望看冇安久，哦，係冇個頭髮個，哦，個冰冰個，磨人有辦法提冰啊，講真的，係啊，但是亞公才87歲，還有那種實力跟真的。冇多少人有，正嘅。多謝咯，來到你節目，要從嗰邊大家睇。好多呢客家電視台，有請係過來係當翻去。係啊，佢從阿發哥，那你們沒有給他？最近以前看冇人嘅你嘛，嚴重。也有哦，也愛比賽哦，愛拗3萬地哦，撈幾地哦，輕來，愛來創哦。是當年都你們沒有練習都錯嘅。有係。哦，充滿神明堂一下，對對。華波一下有。神明我報應我，你這個有實力啦。有啦，非常有好嘛。好，我哋兩個重提嚟唐先生嘅公平，好，來，請高中欣賞。
廖先生，先讲廖先生，因为从个平板也给老师一张办了呀一猜，但是也个音乐方面还有对我老人建议哦，可比讲歌唱比赛，其實所以是冇牽落唔到拉長，我要較短啲嘅嚇，係咪記得嚇？家一要到安尼阿嚴啦嚇，唱讀書嗰隻書詩，嘅咩牽落冇按足啦嚇，好，謝謝。天依啲全學苦練望風書嗰隻望詩，唱嚟千好，我聽到相當嘅得意。中央望風書嘅書詩流嘅練詩都唔到啦。音樂著作嚇，愛準數差唔多。千奇怪係人嘅就再次參與嘅次詩嗬，你見到特別長，佢又唱長，常常幾嘢東西長短嗬，有啲位嗬，你見安尼嘅長短，我就講韻腳嗬，平板。唱來好快，由韻腳親有關係，所以做得考慮啊。但是你親密機冇唔認數嘅啦，數是嘅韻腳牽來親好哦，係好好做嘅好，冇做嘅唔好，然後就讓提出來，你自家可以有播出嘅時間，再可以去談。自己去研究看啦，嗬，因為還有當到擺去比賽啦，我見也加油，也個沈先生，因為創業嘅老山歌，係相當披風兒嗬，也個聲也好，唱嘅也個人哋各方面嗬，都相當，也個人哋咬絲也就冇乜問題，唔過唔見咩嘢。迄咩唱唱歌也係上好邊唱歌，人語聽啦，係啊，有啲邊阿提伊了，也係咪我講嘅嚇？我有啲位本傾從業嘅時間，一出嚟啦，啥奏音提伊。好，也都喺埋較注意啲喂，冇問題，好，加油！林高東先生，蔡啟貴先生，也從我講啊，就先同講嘅嚇，也平板部分，聽我先來同講嘅歌詞嗬，也雖然講歌唱比賽啊，唱讀書嚇，嘅望風書要準數，也全部強音樂啊，做得同佢改個音樂著作愛準唱。按就好嘞，好準唱，唔可以數，全部數啊，就變你全部中央，這樣都冇打出來哈。剛才也聽高中講過嘅嗬，最重要三個鉗啊，一個韻腳要鉗嚟講，到社會嗬，你會鉗到一系列都冇拉音，就表達都會調戲，準備下一期，也下擺，因為要進入到年度結束落去，就要注意下哦，好。加油哈！聽講，你還欠我份鋤頭夫，因為佢去年拿冠軍，喺我機械呢都中到，我同佢講我拿冠軍佢唔開心，結果真正拿冠軍，叫我請嘅是鋤頭夫，跟住深坑潛記啊，關鍵哪裡潛記？好咯，也都講了，聽講，你見唔唱老山歌，其實我講一年幾有，喺擺也個跳嘅。講較大一些的，雖然講也係人氣嘅，唔可以查。因為你像小強老師有同吃過音嘛，唱前面40詩，唱得後面真的調過音嘅時間調唔起啊，所以要唱鬼數嘅唱有問題冇，喺次聽過人同你講，因為年紀太落去。肺活量，肺活量，也係講你嘅音嘛，攞嘅音嘛。任下講邊唔到按歌，所以就希望你喺擺喺有在的表演時間，唔是唱亂歌音。我相信你唱按好嘅按好彈嘅山歌冇啥，但是到歌音落去，別踢走踢音落去就冇好彈嘅啊！好，再加油啦嚇！好，
量的比注意小可的真差多了哦，系啊，看下个分数会影响的。好来，先来看廖崇发嘅分数。好，哎呦，哇哦，哎呦，95分啊，请过。哎呦，看下边学长，阿田爸嘅分数哦，吼，盛家田嘅分数。唔该调试别体的那种，当然咯，系啦，调试啊，92分，有糖阿爸啦哈，对，唔该有糖阿爸啦哈，调试冲别体来冲模糊嘛，对吧？不一定高管啊。好啦，安尼阿田爸，嘿，祝福你做的是榜一，好，身体健康是榜一，嘿啊，啊，长发哥，先生讲的，高中讲的，后半行。避寒冬多关哦，加油哦，好不好？继续加油哦！谢谢。好了啊，谢谢两位，谢谢安子 C，可以哈，真非常好，好，麻烦哦，麻烦阿发狗，天天好，天天好，附带那个子服的爸爸，对，真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哈，吃到黑呢，对啊，很温馨，是，好嘞，杀下来，我俩一组黑老球迷，我学长黑总水床来，变快了。山高好长。
水床泰国，你好，主持人好，你好，我三个金胎哦，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画面摆得下吗？提供啊，一干净的，哎呦嘿，那个。好和谐，可以调是不是？我是一种精神的注意100哈，TV 节目嘛，有这样唔同给他小苹果亮的跳跳左左右右，左左右，哎呦，这跳出去以后干嘛很惊人，干惊人？专业哦，出门哦。當聲音唔敢作好下，做乜作到安尼講嘅？啊，做到講，有紅包了呀！印度啊，粉絲還變多啊！對啊，迄個公司你很唔作嘅，你行出去都冇人敢哦。講拍咁會劈嘅，嘅安怎嘛個酷啊？可能用眼線用去作落，結果先嚟，要咩作落去？要咩作落去啊？當講。你看，B 段的节目的提神暗台，你看那个节目，制作人真的是孟达，这多么美人啊，mess 杀人的嘞，哦呀，冇空有个层次冇空有，比如节目最易嘅，因為退休嘅嘛，退休創國嘅事件嗬，發揚客家文化事件都較多嘅，係加入嘅客家山歌團。社服团体、合唱團，我安尼創啊合音的呀，因為當時本來合音，有上鋪嘅。李建明先生叫團嗎？沒有，都作動嘅啦，係啊，人家佢團有40-50，所以特別做去做幾團嘅人嚟做去表演。有前2-3年有去德國，去安尼有個觀光地區啊，都可以有咩快閃嘅，快閃哦，那快閃是個很自然的，就大家聽啊就開始衝了，現一張收菜就開始衝了。有矮些的大姑啊、大老姑啊，對冇？有帶去啊，但是快閃的時間冇啦。快閃就阿卡佩拉，有些德國嘅有隻5邦人的古教堂哦表演，我都係有唱洛杉歌嘅 solo， 哇，很過癮。有拍下來，網絡上找得到嗎？網絡當中有嗎？有1000塊，我聽說清後堂嘅。老嘅台中嘅一隻合唱團唱下去。哇，有冇當好一個體驗啊？長江經典都不能買去呢，加拿大。哎呦，不能哦，這疫情的關係，哦，所以冇辦法去了。哦，可能要延期嘛？延期啦，還能有機會，嘿，冇問題。發揚客家文化，長長久久，對嗎？係啊，啊，秋梅姐，係啊，你好像突然走進來的感覺。哎呀，原本已經係主角。是主角，他是男主角，你是女主角，主角，佢當叫過來啊，佢當叫過來啊，一般佢都時間訪問啊，主角黑女的，對啊，就講真的，學長姐只是來陪襯你們吶，你們今天才是主要的任務，就是有冇不用睡？有冇不用睡嗎？冇不用啊？有冇不用嗎？不用。哎呀，哇，你冇意思。你今年份落水哦，你咁不用太多啦。但秋梅姐說啊，來這裡還看到很多學長姐，你看到哎，咩當翻譯啊？做得好戲，好啦，安尼兩位衝得，唐先生講邊，好來，唱秋下先生。今日我感覺秋米你冇發揮到你嘅音質，你嘅音質真好，唔過你嘅口型再白嘅個口型，我係太屌嘅，哦，你用途會更加好哈，所以你今日有請到後輩嘅音嘛。屬音嘅時節比較弱啲嘅，然後專業看看咧嚇，所以當初你唱歌就把人嗌咗一個音就唔咩樣嘅啦，轉腳做下爭掉，見到我唱法歌幾先幾聲音要當歌冇咧，不過佢邊啲基本上就幾轉腳，嚇本人嘅本人做到千言萬嚇，咧非常重要嚇。安尼張水松先生佢音質咩非常好嚇，唔過你記得。你三個東西啊，是抒發情感嘛，父母的恩情嘛，兄弟之愛，男女之愛講咯，兄弟的情誼啊。你的書名，你書名了，你唱了書名，沒書一名，書名了，書，天書的書，你唱了書啊，
好，那个熬丝哈，阿摩的时间都是有辣盐的清大爽哦哈，还有15周的时间，最每一只是你属于妹妹都是有点辣盐和清过些哈，所以人家冲过时我不是你量啥经验，迄起迄没降下盐嘛，啊，因为人家上盐唔没降，但人家盐这就按吼，哦，你平常人冲到稀。anh có hay kiếm gì anh ấy sang gì món ăn ho anh ấy cho con giặc yếm ban giặc yếm mi theo mấy chỗ thế dân kiểu chỗ ho hay yêu kịch họ điều sao kiếm mi biểu hiện nó phải xong họ ngày khi mà hát phải hay yêu kỳ phải nên kiểu biểu hiện kinh cả họ cái gì唱音欣赏。好，今日兩位創介三個公司才我感覺其實以後吼，就係不管係在漢腔也係原味蛋糕，咁講我想在重發蛋糕做到本意都做到建議吼，做參考。首先，攞睇正意計咧羅山糕，我建議你係，比如講我提日記吼，山糕好沖兩隻時候，你去轉去鹽看啊，係講從羅山糕來講，佢係天上嘛，咁你沖嘅時間你係在先，香港你樹木有些係咪條邊睇呢？你含只是肉好糖，肉嘅時間，你嘗咗肉嘅時間，其實就冇乜嘅氣咧。好糖係可能就個偏軟，就會下輕到，好就會感覺有壓力，好我糖起來係用肉好糖啊。所以當然啦，新木匠、後面上吼，你兩隻每日呢，我就感覺你提你嘅新木匠就下好啲喎吼。後面上嘅時間呢，我就感覺其實你做得很下欠衝到，唔過冇按衝。好，所以我係建議你就係講，你玩戲嘅時間啊，吼，慢慢的玩，羅山糕就係幫你好好衝、好好表現嘛，所以唔是急，吼，你係玩戲嘅時候好好玩，慢慢衝，唔怕。好，你係愛本嘢嘅，你就想嘛，你係個溫水平，你係種線嘅差，你聽咗落橋嘅多聽嘛，你喺6點就嗰時種落來差就冇按好，我係建議係咁樣去做醬未強樣，做醬好再先調變，好你係愛感覺起來，好，另外總體個當叫冇看到咧，嚇，你可能做你係風一做到當好，要下睇走掉咧。我唔講我未做咁多講嘢，我未下睇咋？你係偏袒嗬，其實當好糖，我感覺呢兩個做得從對從，不管係畫面，又係上任、個帶任，我相信做得表現都當好。咁講呢，你係偏袒，本意建議頭先秋夏先生講當多嗬，本意做得做參考嘅位數，我唯一就係建議你數目一樣些而要台式上，你全部動台上。好，比如講腔樂啊，表現心安樂走啦。好，而就係比如講衝發睇過，佢嘅腔樂台式表現到當好，哇！我呢杯上任就寫到咧。好，全部動台上好彈，唔過喊做得喊下聲音到，我本嘅建議，希望你。好，先生，好啦，我哋先執講佢哋開分數啦，看下分數，先來看羅秋咪嘅分數。好。哇！對啊，95分呢，對不對？恭喜啊！學長會緊張嗎？不會，可以睇學長嘅分數哈，總水從嘅分數。哦。2分，沒問題，沒問題，哎，高手過招啊！對呀，兩個都是高手哈。是啊，安尼就多謝喏。係啊，多謝水長先生。係哦，好，還有冇想講多拜？繼續表演。好，什麼大家？多謝兩位，好，謝謝。恭喜。好，按住這，好。
用比赛一 double 哈，创意组诶，哎呦，韩国一韩创意感应，好了，他的学弟妹们呢，总分数诶378分，学长姐375分，鼓手过关嘞，学弟妹通通过关，全部过关嘞，中3股厉害，学长姐们没躲下来，非常有爱心呐，是，故意放水哈，让学妹们、学弟们都通过，对，都过关了，继续比赛，对，好，谢谢，安子 C。好创国的朋友哈，打电话，加了报名，人66667人，6人，还有传真天发人2277783131。好，等大家来报名哈，给他打电话哦。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后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哦，谢谢，嘿，辛苦嘞。好，谢谢啊。什么歌迷，恭喜给参赛者全部过关了，继续加油！加油！什么小强老师还有我出来欣赏，谢谢乐队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工作同仁们，大家非常的辛苦，谢谢。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准时吃饭呢。农业大礼队，农业共好人，再见，拜拜。再见。